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巴拉圭，总统贝尼亚来台湾访问，用行动证明两国坚定的邦谊。国际游船亨利亚斯号被汉他病毒，已经3个人死亡，专家怀疑病毒是对游船出发的国家阿根廷来的。开放全世界头一个24点钟放送的新闻频道 CNN 的创办人 Ted Turner 过身，食到87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就先来看内政部长刘世芳去互中国列做台独顽固分子。这阵伊月成啊，去互伫咧中国经营的台资企业洗头路。陆委会就批评中共根本就是咧逼台商政治表态。刘世芳是强调讲，伊捍卫国家主权的立场未改变，也呼吁咱台湾人若是要去中国，都爱谨慎。陆委会也表示，政府是正在研究制度来协助受到迫害厂商甲企业。内政部长刘世芳和中国列为台独顽固分子，卫生甘文群进行危险出伫中国大气进击。中国官媒引用甘文群的公司的声明指出，甘文群已经做到改进，各台办公无用分支持台独，或直接破坏两岸关系因素伫中国投资协议。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省所在的公司昨天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其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我们跟陆委会昨天晚上所发布的这个方向跟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哈。那我也要特别提醒，就是要国人如果赴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务必要慎思哈，否则在人身安全跟财产安全呢会受到恐吓跟威胁啊。刘世芳亲身出来强调，身为中华民国政府官员，捍卫台湾国家主权立场不变。陆委会是严厉谴责中共毫无文明底线、恶意施压，协调台商进行政治表态，将研究反制措施。它基本上是中央定调的一个政治案件啊，所以你针对江西省的制裁，我觉得是失去焦点。我们现在正在研议，从法制上面研议，然后看看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政策工具。刘世芳的外甥在大陆做生意，被这样对待，我觉得其实是不是有一点 over 了哈？这个在商言商嘛哈，在商言商，我们希望这个政治跟商业能够分开。今天支持台独已经被定义为，只要不支持跟中国统一，就可以随时被认为你是支持台独。那我们应该要一起谴责中共这样子对台湾人的言论自由的具体的威吓。陆委会表示，这案件中共用政治手段，包含禁止相关的厂商客户甲认托公司来访旅游，甲冻结伊伫当地银行的户头，或被出员工薪水、支付款项等。唯一目的就是并用谈写出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声明。甘文群为了不要互公司困扰，已经失去职务。政府的研究制度甲政策，协助被压迫的厂商甲企业反制中共。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巴拉圭总统贝尼亚来台湾访问，面对中共一直施压逼巴拉圭甲台湾断交，但贝尼亚是用行动证明坚定邦谊。巴拉圭甲咱台湾已经建交69年啊，伫咧台湾、美国甲中国外交竞争当中是真重要的角色。巴拉圭除了是咱台湾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也是伫咧拉丁美洲上界反中国的国家。这点就真受到美国总统 Trump 肯定。认为讲，这巴拉圭是当削弱中国伫咧拉丁美洲的影响力。为着逼巴拉圭落软，中国就攻击人政府机关的网络，污蔑政界人士。经过巴拉圭就要赶紧伫咧中国甲台湾之间做出正确的选择。也若是咱台湾是维持协助巴拉圭发展，提供2亿美金的贷款予3只人起厝，也捐2000万予因起病院。教育方面，伫咧首都赞助因起科技大学。巴拉圭人拿来咱台湾要奖学金。不过，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中国这几年是用经济城用压力逼，已经有10个国家甲台湾断交啊。咱台湾用经济支持的方式，看免巴拉圭的关系会当维持偌久。《纽约时报》是认为讲，台湾的赢面愈来愈小。
自己民主党做会活动佳节，台湾伫南美洲会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受咱国政府邀请，甲来台湾国事访问。透早到台湾，由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身接机，这是贝尼亚为自2013年8月就任以来第一摆访问台湾，下步行程圆满。穿朴素衫，贝尼亚接到台湾科技大学的研究朴素学位，副总统萧美琴也来见证。进前传出中国是阿巴拉圭，要求甲咱断交，暗过贝尼亚唔惊压力访问台湾，用实际行动证明台巴的邦旗，搁一摆强调台巴友谊坚定。Paraguay and Taiwan share a friendship built on solid foundation: democracy, freedom, 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viction that progress is only truly meaningful when it touches people.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extends far beyond diplomatic formality. Taiwan and Paraguay share a close and steadfast partnership. We have undertaken a wide range of joint initiatives that have delivered tangible results. 台巴到即马建交69年，根据目前数资料，台巴双边目前总额自2024年差不多2.4亿美金。巴拉圭牛肉甲猪肉等产品，属台湾的成绩也真好。双边除了伫农业、教育、医疗甲基础建设深化合作，也协助巴拉圭技术学院培育科技人才，推动当地产业升级。总统也清调车牌，也要用隆重军礼欢迎。国办长贝尼亚采购大勋章，表彰其对台巴邦旗的贡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国造的长水南海鲲号台船今仔日是公布超雷射击的影片，成功发射2粒超雷。另外，美国总统 Trump 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礼拜都要见面，双方针对台湾的议题会有啥物款的讨论？国安局长蔡明干就表示讲，美国已经有强调啊，对台湾的政策无改变。江南国造海鲲号找到第8摆畅水测试，走向重大一大步。台船公布影片，正是海鲲号第1摆进行上重要超雷测试，验证是毋是有初始作战能力。影片显示，海鲲号成功试射2粒有传输缆线的超雷，随时到 US-704 直升机标定超雷位置了后，海军大埔南、大河南派出畅水人员回收超雷。台船表示，海鲲号完成超雷射击，验证战斗系统经修改算，发射甲鱼雷导控的作战能力，后续进行装备调校集乌整备。另外，总统罗清德完成访问苏瓦蒂尼，中共马上升官两化正式紧张，对台发动联合战备精神，国防部严备整合。那条共机22架，其中18架超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西南甲东部空域，加上共6架公务船1架对台加做保卫网。国安局长蔡明干针对中共军事动作提出观察指标。包括有5月中旬的川习会，以及后续520的总统就职2周年，那还有今年下半年中共例行性军事演习的时程，再加上11月份还有中共担任 APEC 的主席国，所以我们会把中共对台施压的一个样态手法，结合到刚刚提到的时间节点来做一个比较。下礼拜川习会阁牵动印太区域局势，蔡明安分析，经贸议题是重中之重，不过双方有望真济政治议题，第二来尽快解决。研判川习会主要是管理，不是解决问题，未中呈现脆弱的稳定局势。川习会也讨论台湾议题，蔡明安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到无希望台湾印太发生破坏事件，欢迎美方对台政策无改变。这一次5月中的川习会是第一次，他今年后面还有好几次，所以第一次他很有可能只是在铺陈一些基本的立场。那后续的川习会实际的状况怎么样？这也是我们后续会再持续追踪跟观察的重点。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劝导美国不要再挑衅各国。就像你听到美国在台海挑衅，你会有什么看法？我想美国在印太战略里面，他一直希望是维持区域的稳定的现状。谁在台海挑衅？那我想，中共在区域里面的军事扩张，应该是主要的变数跟主要的冲突的根源。针对国防特别条例协商破局，立委观测，若无伫川习会进行通过，影响偌大。蔡明汉表示，若外界质疑台湾自我防卫决心，也可能互区域联防出现抗衡。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来看，孟加拉自今年3月开始，着满病人是愈来愈多，到今已经有4万多例，其中已经有320多囡仔死亡。急诊室人吵，真着看拢是带囡仔的家长。孟加拉对今年3月开始爆发几十年来上严重的出血的疫情，目前已经加起来有超过44000个案例，佮有324个囡仔因为安尼死亡。但是因为病房的床位拢满啊，卫生单位伫咧病院外口佮设立布棚来收治这新来的病人。আইসি থেকে একটু পরিবর্তন হয়েছে একটু ভালো, তারপরে এখনো বেশি একটা ভালো বলা যাচ্ছে না। প্রচণ্ড ঠান্ডা এবং কাশি হচ্ছে, সেটা আপনিও দেখতে পাচ্ছেন, এবং প্রচণ্ড খিজি করছে, মানে খাওয়ানো হচ্ছে 2 ঘন্টা পর পর, তারপরে বাচ্চার এখনো স্বাভাবিক আসেনি। 13-14 দিন ধরে আবার ফিরে আসছে এই অবস্থা। আর আজকে তো যায় অবস্থা বাজার, মনে করছিলাম না আইব, অক্সিজেন লাগাইছি 103, আবারও জ্বর উঠে গেছে, আর কোনো কিছু খাইয়া পারতাছে।卫生单位的发言人表示讲，在这波疫情内面，病人主要是6个月大到5岁之间的囡仔，真侪病人来治疗的时阵，病情已经是真严重啊，医疗人员嘛无法度抢救，死亡的数字才会安尼一直起嚟。出血的传染力是真强，传染的途径是包括空气和喙烂。若是去胃着，就会出现发烧和红疹这症头，佫可能引发脑水症这并发症。孟加拉当局是对4月才开始替全国的囡仔注疫苗，但已经上万啊，全国赶快是出现大量感染的案例。公司新闻优派准编译。来看另外一件疫情，国际邮船丰田雅斯号壁汉他病毒已经3个人死亡，专家是正咧查这病毒的来源。目前是有咧怀疑讲是对邮船出发的国家阿根廷来的，因为这阿根廷是2018年就捌有汉他病毒群组感染，造成11个人过身。去年6月到当，佫有101人染着。阿根廷主要的病毒株安第斯株，伫咧邮船顶头摇曳出3例。2018年，阿根廷南部埃普县一场大型生日 party 发生汉他病毒规定感染，造成将近30人感染，11人死亡。后来发现是一种叫做安第斯的汉他病毒株。安第斯型病毒株嘛，伫即届发生汉他病毒传染的昂迪阿斯号邮轮，至少有3个病例身躯验出来。Is true for most but not all hantaviruses is that they're generally not spread between people. They're spread from rodents to the human. But there's one virus that is called Andes virus, is the name of that species of hantavirus that, as the name implies, has been found in Argentina and Chile. And there is, although not common, there is evidence of person-to-person transmission. 今年1月，阿根廷中部离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无偌远的所在，传出一个14岁查甫囡仔罗德里格死亡。一日开始，伊是出现发烧、规身躯酸痛，若亲像流行性感冒的症头。病医想讲是天高热，不过伊说伫汉他病毒检测阳性2点钟后不幸过身。El padre le dijeron que por ahí era un dengue, que el dengue más o menos se manifiesta así, pero el cuadro era diferente, que no sabían lo que tenía, que específicamente nunca nadie nos dio una explicación exacta de lo que tenía. 这届载将近150人发生汉他病毒感染的国际邮轮昂迪阿斯号出发的地点，就是阿根廷全球上南边的城市乌苏怀亚。当局怀疑邮轮的乘客都是伫遮香蕉啊，还是参加巴塔哥尼亚森林行程时阵感染。不过确实的原因还佫咧调查。Entonces, a partir de que una persona se contamina con el ratón, después cuando tiene su afección pulmonar puede contaminar por vía aérea a la persona que está cerca, que es lo que ha sucedido ahora en el barco, que era un lugar cerrado y personas que estaban difuminando el virus. 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目前荷姆兹海峡油管封起来，波斯湾国家的货船无法度对遮出入。一寡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海岸线是有通出来到阿曼湾，这搭就正做2个港口，会正做是石油维持出口上重要的所在。不过，即阵伊拢说是威胁讲，要甲这区也纳入攻击范围。超大型邮轮停伫石油码头，准备抵满了后，启程前往世界各地。这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富吉拉甲另外一个重要港口豪尔费坎，拢伫往阿曼湾的东岸。当波斯湾内各大港口伫美伊战争面临无法度运作的困境，这两个港口对维持阿联也是中东各国的石油甲商品进出口都正重要。Horfakan is a port located outsid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It has been acting as a critical
national gateway. 路透社报道指出，富吉拉多是阿布达比原油管线尾站的所在。伫美开战进前的2月，原油出口量差不多每天117万桶，不过到3月底，就大大增加到162万桶，起价幅度超过38%。核武器海峡封闭影响的唔只石油贸易，其他商品进出口也真有影响。所以主要以货柜运输为主的豪尔费坎，开战了后的货柜吞吐量嘛增加2-5倍。We were actually moving about 2,000 containers a week of imports and exports. So a couple of weeks after, this actually translated to 50,000 containers a week. We were moving 100 trucks a day before the war. So now actually we move about 7,000 trucks a day. 不过，封锁核武器海峡的伊朗革命卫队放掉，加攻击范围扩大到阿联的东花港口，包括阿布达比的石油管线，也个富吉拉港口，拢捌起予伊朗的无人机攻击。对这件代志，阿布达比石油公司伫富吉拉设会当阻挡无人机的地下储油槽，储油量达到4200万桶的原油。另外，沙加港务公司准备伫内陆兴建100公顷大型货柜场，连接豪尔费坎港口。第一阶段的投资金额达到1亿美金。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威尼斯上年底找6起股，自从乌克兰战争了后，罗西亚馆就无开放。不过今年的雨展期间，罗西亚馆是有开放给媒体甲艺术界参观，这就引起真侪团体抗议。评审团也集体请辞，即阵后面也放掉要停止赞助。伫芬兰是逃亡的抗议人士，车辆是聚集伫威尼斯上年底的罗西亚馆外口大声喊口号。即讲罗西亚的艺术顶管拢是乌克兰囡仔的花。罗西亚反政府甲团部动鸟啊，和乌克兰女权组织费曼的抗议成员，甲五彩的烟雾弹点倒。芬兰是代表反抗极权的女权力量，那些是代表声援乌克兰。不动鸟啊，创团成员讲，罗西亚利用艺术来征服西方。威尼斯上年底绝对认同。Russian wages hybrid war. It's not just tanks and drones, murders and rapes in Ukraine, but also it is culture, art, language, so-called soft power. 这届罗西亚馆敢若伫伊展的3港展期对外来开放，馆内参观者伫音乐内面欣赏艺术，对这馆外紧张的气氛是形成强烈的对比。罗西亚对2022年俄罗战争以后是第一摆重返威尼斯双年展，引发外交风暴。这届评审团嘛因为拒绝颁奖，予受到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的罗西亚和以色列，伫4月30集体请辞。主办单位封闭地取消由专家评选金狮奖的传统惯例，第一摆改予参观者票选。俄罗战争了后，连续3年拢参展的乌克兰，今年是展出对战区抢救的欧抓落亚的雕像。参展的艺术家是肯定评审团表明立场的勇气。对争议以色列的艺术家是强调讲，双年展应该坚持包容对话和表达自由的精神。And I think it's no place to be discriminated in the art world, and not in life, especially not in art biennale. 这项争议嘛引发意大利政府和欧盟强烈不满，欧盟呛下讲要停止赞助200万欧元的经费。主办方这边是坚持讲，任何和意大利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拢有权来设馆。威尼斯双年展一直拢看作是现代艺术的指标。这个所因为地缘政治和战争的关系，和艺术殿堂变作意识形态对立的火药库。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5月初到胜利日阅兵，为着防止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罗西亚政府是自初5就把莫斯科的网络切掉，民众的生活规个受到影响。莫斯科一间超商初5早起发现行动网络断去，一个人客想要试手机啊电子支付失败，或者会当成功扣着钱的卡片才完成交易。Конечно, если у нас сейчас совсем не будет интернета, нам, к сожалению, придется переходить на наличный расчет. Но опять-таки. 罗西亚为了防止初9胜利日的阅兵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对初5开始就扩大切断莫斯科都会区的行动网络。当地唔但是 GPS 定位失败，包括网络叫车、网银服务、ATM 领钱也是信用卡、路卡拢无法度。这个大学生还讲，长网唔但是耽误伊写报告，甚至连坐火车拢无方便。Сегодня я поняла, что нужно иметь про запас наличные деньги, как минимум вот это хотя бы. Остальное, музыка не так сильно беспокоит,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как нежели свои финансы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这个查某学生讲，因为火车头现金纳钱的柜台，干到一个人在服务，时间受到延误，还真侪人是赶袂赴车班。不过算外送的这个人员生理嘛是爱做，因利用店家 WiFi 连线，总算是当来完成任务。 Есть Ростикс, точки разные, где ты приезжаешь заказ забирать, там Wi-Fi бесплатно, он, в принципе, работает стабильно. Вот, ну то есть не мешает это там как-то работе? Если заранее все выстроить, все точки на карте поставить, адреса запомнить или записать, ничего не мешает. Все так же работает. 这项特别的措施暗算会实施到初9成2日迄天。有关当局提醒民众，未来几天嘛是要面对真侪无方便的部分。事实上，伫这进前，洛西亚已经有真侪摆限制行动网络的记录，亲就是针对边境实施网络的限缩，互无人机无法度回传关画质的影像，而且持续封锁亲像 Telegram 这种有加密特性的软体，来阻止民众串联还是直播。反对者指控这措施侵犯所谓自由，目的是监控人民。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 美国媒体 CNN 的创办人 Ted Turner 过身，食到87岁。Ted Turner 是开创现主时的新闻产业平台，伊是1980年就创立全世界头一间24点钟放送的新闻频道 CNN。1991年波斯湾战争期间，也是 CNN 带头做即时的现场报道。除了新闻业 ，Ted Turner 也是真出名的慈善家，拨捐10亿美金予联合国，支持全球的健康、和平甲人权。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泰德·托纳初六传出过身的消息，食到87岁。批名是南方大炮的托纳，出世伫俄亥俄州，后来伫亚特兰大做生理，是美国媒体界上有争议、嘛上勇敢的先锋。伊对老爸广告扛棒生理开始做，了后甲亚特兰大电视台买落来，而且伫1980年创立 CNN。伫迄当阵，互人笑讲是低成本而且看无够重的鸡汤面网络，无想到煞开始24点钟即时新闻的时代。 托纳做人真阿萨利，想啥讲啥。伊知影伫商业电视体制之下，趁钱甲影响力才是新闻部门生存的关键。Hit on it, the whole network philosophy, all this BS about journalism. Journalism isn't what carries the day in these news departments. It's dollars, and dollars translate with ratings. 除了伫媒体界画水的建档，托纳也是一个慈善家。伊伫1997年宣布捐10亿美金予联合国，用来支持全球健康、和平甲人权。予联合国基金会成立，就算托纳后来甲电视网卖互时代华纳，互伊讲失去公司控制权是一个错误。也毋过伊伫环境保护甲外交的投入，煞互人看做是伊留予世界上珍贵的遗产。 He helped expand our reach and mobilize our partnerships, drive action on many of the defining challenges of our time, from global health to peace and human rights, an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planet. 托纳食老受到6亿实体失智症的困扰，有较少出来。伫伊过身的消息传出来了后，美国总统 Trump 伫社群平台大文悼念，讲托纳是广播史上的伟人之一，也是伊的老朋友。而且讲伊食老的时，看到亲手创立的 CNN 走错去，真伤心。托纳丰富的一生，看新闻、体育甲土地开发，毋但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佮较是一个不断挑战极限、见证历史的梦想家。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4月24开始伫咧北美放送，就随正做票房冠军，全球的票房已经超过2亿外美金。这出电影是找 Michael Jackson 的孙仔来扮演 Michael Jackson， 新影面容拢真像。不过，也有评论认为讲 ，Michael 的争议电影拢无交代。已经过身的流行歌之王 Michael Jackson 的传奇电影，找伊的孙仔 Jafar Jackson 来扮，互网友讲根本就是一个模仔印出来的。With that, I wanted to go into it, not leaving any stone unturned. So focusing on everything, all the little details, the little nuances with the performances, the off-camera things, you know. So doing all of that.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伫咧电影开始放送2天了后。 美国串流平台放送量飙起哩140%，电影预告片这条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伫美国串流平台的放送量2天了后嘛飙95%。这个80年代的 Superstar 到今要是唱甲抓袂牢。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是咧讲伊甲伊的亲兄弟组一个 Jackson 5， 互人发觉到伊唱歌真厉害，还佫有跳舞的天赋，就安尼开始伊的音乐之路。
电影是用温暖、快乐的氛围，观众嘛，互这个电影97%平均分数，真好的赞声。不过影评人的平均分数却敢若38%，因为因普遍认为电影的故事太过简单，挑一个写迈克上有争议性的片段，还有Me Too的法律诉讼。导演安东尼·法奎都承认，这个情节确实压力真大。不过重新思考了后，决定先把重点放伫咧迈克本身，唔是一口气就把所有的代志拢点出来。I think Michael's legacy is important to keep alive. I think any great artist like that that's given us so much, we should try to learn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it. And this is an opportunity to do that. 也若是唔是有可能有第2集、第3集的？安东尼·法奎讲，若是有档期会当配合，伊当然希望会当继续搁翕公司新闻、新闻会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